第一站啟德茶記百科展覽。茶餐廳係香港人一定有去過嘅餐廳，諗唔到食咩嘅時候就會去茶記。茶記入面都蘊藏住好多香港嘅特色文化㗎。第一個就係茶記用語啦。呢個展覽仲設有好多互動遊戲。嗰陣時我就係攞住個電話聽一個阿叔講話，佢要呢個唔要呢個，總之就好似聽緊 listening 咁啦。舊式嘅茶記嘅餐牌、招牌甚至係外賣紙都有自己嘅特色，佢哋會融合西洋嘅中文美術字，盡顯中西文化嘅交融。第二個遊戲係廚房體驗，俾你哋睇下我做廚師嘅第一身視覺啦。香港港產片亦都會見到唔少茶餐廳嘅身影，例如美都茶室係有拍過《阿飛正傳》㗎。本身諗住去美都茶室嘅，但係發現老闆去咗旅行，所以我哋都係轉去其他地方啦。睇完咁多展品，不如我哋直接去親身感受下舊式茶餐廳嘅氣氛同食物啦。第二站旺角金華冰廳。茶餐廳演變自茶樓嘅二厘館，茶餐廳更加係香港獨有嘅平民文化。而家就嚟試下茶餐廳最具特色嘅產物啦。第一個必須知道嘅就係港式奶茶啦。港式奶茶嘅製作技藝係屬於傳統手工藝，喺2017年被列入香港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名錄。由英式奶茶經過100年逐漸演變而成，盡顯中西飲食文化喺香港嘅交融同發展。第二個就係蛋撻啦。蛋撻喺2014年被列入香港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。蛋撻喺1940年代跟隨移民潮傳入香港，一開始喺高級西餐廳提供，後尾因為戰亂冰室誕生，為平民提供更平嘅西點，慢慢就變成咗香港邊度都有得賣嘅平民美食啦。仲引起咗曲奇皮同酥皮之亂，唔知你又係邊一邊嘅擁躉呢？而我跟住落嚟想講嘅第二個茶文化就係涼茶，所以我哋第三站去到上環元吉林。唔知你哋有冇試過細個作感冒嘅時候俾阿媽逼去飲涼茶呢？涼茶喺2006年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。涼茶以中草藥為基礎製成飲品，屬於有關自然界與宇宙嘅知識同埋實踐。我自問就飲唔到咁苦嘅廿四味啦，不如嚟元吉林試下盒仔茶啦。元吉林位於上環蘇杭街一棟3層樓高嘅戰前唐樓，呢棟嘢都唔嘢少㗎。喺2020年嘅時候被評為香港嘅1級歷史建築。最後一個想同大家介紹嘅茶文化就係茶啦，所以我哋最後一站就嚟到金鐘茶具文物館。水滾茶香嘅背後其實都有好深嘅門路㗎，唔止係茶葉，連茶具都有好深嘅講究。呢度有好多嚟自唔同年代嘅陶瓷茶具，仲有少部分由歐洲同日本嘅茶具，可見當時嘅茶文化都受住外來文化所影響。除咗常規展覽之外，茶具文物館都經常會有專題展覽。今次嘅展覽主題係茶之影，邀請咗香港木藝家翁永欣同竹藝家林家瑜，用佢哋各自嘅藝術專長，深入探索茶文化同埋香港生活之間嘅有趣連結。By the way， 而家圖中所展示咁靚嘅竹製品，係香港嘅蒸籠製作技藝，都係其中一個非遺嚟㗎。順帶一提，文物館嘅現址係前司令總部大樓，1846年就起好㗎啦，係香港現存最古老嘅西式建築，喺1989年被列入法定古蹟添。